大家好，好開心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。對於一般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可能冇機會親身去讀史丹福、哈佛呢類世界名校，但係讀書嘅好處就係可以俾我哋學到呢啲頂尖大學嘅智慧，甚至係一啲影響世界嘅成功法則。今集我要講嘅呢本書，相信好多朋友都聽過，佢就係與成功有約。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， 作者係史蒂芬·科維 （Stephen R. Covey）。呢本書嘅封面寫住改變你的習慣，就能改變你的人生。哇，講到咁大，點可以唔睇下本書究竟講咩呢？呢本書嘅核心概念好簡單，就係成功唔係靠運氣，而係習慣。我哋好多人都認為成功嚟自於天賦、背景、機會，但作者用咗幾十年嘅研究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影響一個人嘅成功，並唔係呢啲外在因素，而係你每日嘅選擇、行為模式同習慣。習慣就係我哋人生嘅操作系統。呢本書教我哋7個高效能人士嘅習慣，只要我哋願意改變呢啲習慣，我哋就可以令自己變得更高效、更成功，甚至令人際關係、職場、生活都有翻天覆地嘅轉變。呢本書將7個習慣分咗3個層次。第一個層次係從依賴到獨立，包含咗第1至第3個習慣。第一個習慣係積極主動，唔好做受害者，要做決定嘅人。好多人遇到問題就會埋怨，都係環境唔好，老闆衰，屋企環境影響我。但係真正高效能嘅人係會主動去解決問題，而唔係等環境去改變。第二個習慣性係以終為始，人生要有方向。你試想象下，如果你開車但係唔知開去邊，最後只係會亂撞，同埋永遠都唔會去到目的地。所以要先諗清楚你嘅人生目標，先可以朝住佢前進。第3個習慣係重要嘅事排第一，呢個係時間管理嘅關鍵。我哋每日做嘅嘢，到底係緊急定係重要呢？高效能人士係會優先處理真正重要嘅事，而唔會俾其他望落好似好緊急，但其實唔重要嘅事困住。第2個層次係從獨立到互相依靠，呢個層次包含咗第4至第6個習慣。第4個習慣係雙贏思維。呢個世界並唔係零和遊戲，好多人覺得要成功就係要踩低其他人，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。但真正嘅成功係大家都一齊贏。第5個習慣係要做到先理解別人，再令其他人理解你。好多人一開口就想講自己嘅觀點，但真正嘅高手係識得先聽其他人嘅諗法。第6個習慣係統合綜效，團隊嘅力量就係1+1大過2，將唔同人提出嘅唔同觀點，將每個人唔同嘅背景同能力結合起嚟，就可以創造更大嘅價值。第3個層次亦即係第7個習慣，就係持續成長與自我提升。第7個習慣係要不斷學習、成長、持續進步。我哋唔可能一直用舊嘅方法去解決新嘅問題。人生就係要不斷學習與提升。正如我今次預備呢條片，都學咗整圖、整片，用 AI 做聲音等，對我嚟講都係新嘅事物嚟。呢本書同其他講成功學嘅書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呢本書並唔單止係心靈雞湯，佢係一套系統，用方法論去俾我哋一步步調整習慣，真正變得高效。另外，佢同市面上其他講如何成功嘅書唔同，嗰啲書可能只係講技巧，但呢本書講嘅係我哋嘅思維模式同埋價值觀，可以幫助我哋從根本上改變自己。所以呢本書並唔係速讀一次就可以改變我哋嘅人生，而係要我哋慢慢消化，並且喺生活當中實踐。我自己睇呢本書嘅時候，最震撼嘅係發現習慣原來係比意志力重要。我同好多人一樣，覺得只要提醒自己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堅持就可以成功。但事實係我哋嘅意志力係有限，我哋唔能夠每日單靠嗰啲口號、嗰啲拼搏精神嚟達到成功。而擁有良好嘅習慣，就係一種無需額外努力嘅自動模式。例如，我哋唔使每日都提醒自己要刷牙，因為刷牙已經係我哋嘅習慣。同樣，如果我哋可以將積極主動、良好嘅時間管理變成我哋嘅習慣，咁我哋嘅人生就會不斷向上、不斷進步，慢慢達至成功。與成功有約話俾我哋知，成功唔係靠努力，而係靠良好嘅習慣。我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哇，呢本書講嘅嘢好有道理，
我學識啦。但係希望你記得，知道並唔等於做到。正如我哋都知道運動對身體好，但又有幾多人真係每日都有做運動呢？我哋都知道儲錢好重要，但我哋又有幾多個人真係有理財計劃呢？我哋都知道時間管理係好重要，但我哋係咪真係有計劃好我哋嘅時間呢？亦因為呢個原因，有啲人睇咗好多成功學嘅書，但都係冇改變，因為佢哋只係知道個方法，而冇去實行。記住，關鍵並唔係學習，而係學習完要執行出嚟。如果你都想令自己變得更高效、更成功，唔好淨係聽我講，試下將呢7個習慣應用到你生活之中啊！總結，成功係每日嘅選擇。成功並唔係單靠運氣或者天賦，而係透過每日選擇正確嘅習慣而達成。呢集所講嘅呢7個習慣，從個人管理去到人際關係，最後講到持續成長。記住，學咗唔等於做到，個關鍵係要實踐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本書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。